移乳泵體控制器嘅激活同基礎設置流程閉環。打開 Easy Patch， 點擊主菜單，點擊設備設定，點擊胰島素泵，點擊激活泵體控制器，掃描泵體控制器上的二維碼激活，或者點擊下方手動輸入序列號激活。激活泵體後，在胰島素泵的設定界面，點擊大劑量向度設定，打開大劑量向度，依次設定胰島素食物比例，用戶可根據自身情況調整，參考速榨表就得。點擊設定胰島素靈敏度，點擊設定目標血糖，根據用戶實際情況設定，最多可以增加8個時間分段。活性胰島素時間可以按實際情況調整，預設是3個鐘。在胰島素泵界面，點擊設定大劑量最大值，點擊設定大劑量提醒，非必須，最多可以設定4個時間段。點擊基礎量程序編輯，基礎量可以按自身情況設定，最多可以分48段時間分段，可以參考6段初始設定分段作參考，之後再根據自身情況調整。點擊設定基礎速率上限值，可以按照最大基礎速率的2倍來設定。點擊設定輸注報警，關閉儲藥貼過期報警，否則3日後強制到期。打開截至儲藥量低報警。設定每小時同埋每日嘅最大輸注量，設定泵通訊超出範圍時間，按需要設定告警鈴聲。返回主菜單，點擊 Easy Loop， 點擊自動模式，依次設定目標血糖、體重、每日輸注總量等，打開餐食調整，輸入0619，點擊儲存就可以進入閉環模式啦。閉環模式下，主頁即時監控界面，可以進行輸注暫停、輸注繼續。點擊活動，每日進食前進行餐前打卡。閉環模式下，一般唔需要手動輸入大劑量，特殊情況下亦都可以點擊大劑量向度，設定輸入大劑量。按步驟設定完成後，開始注射大劑量，一圈轉完即為注射完成。點擊輸入指尖血糖，就可以進行血糖校正，建議每日空腹校正1次。點擊事件記錄，就可以記錄運動等事件。而家你就可以安裝同使用移乳泵啦。